先天上帝受邀。各位朋友，今仔日要甲大家讲一趴古早的民间传说，就是北极先天上帝当初还未正做神明迄阵的故事。古早时代，天地还未稳定，人间甲妖魔界阁相惨相难。暗暝时，山哪里会有怪声，溪水会瀑白泡，百姓行甲门窗拢关条条。迄当阵有一个少年家，伊出世伫王族，荣华富贵伊拢有。毋过，伊的心内不时在想讲，做国王若是无法度互百姓过好的生活，安尼哪有啥物意义？伊就安尼放弃王位，离开宫殿，踏入深山修行，想要追求真理。伊一路往北行。行到大蒙雾的武当山，武当山遐山悬水冷，水墙若像白龙在飞，风声若像猛虎在吼。山林老道人甲伊讲，少年人若是想要得道，就要先斩断烦心；若是想要守护天下，就要先赢过家己。伊听了，就伫山顶起草厝，住伫遐修行。寒天落雪，伊贴骹坐；热天西北雨，伊嘛无走。山林的魔神仔变做美女，变做猛兽，要来试探伊的七情六欲。毋过10外冬过去，伊的心定敢若像石头，拢无震动。不二个心魔是一个大考验。有一暝梦中，伊阁转去王宫，金殿玉阶，万民跪拜，有权有势爽快，就亲像海水强要甲伊饮去。就伫翻身要阁再起的时阵，伊看到天顶的北极星，悠远高一粒，悬悬伫遐拢无震动。雄雄觉悟着讲，守一不变，才会定万象。梦醒了后，伊用剑画地，咒诅讲：若是为着百姓，我愿意用家己的身躯去顶天下的妖魔鬼怪。追求大道的心，为即阵开始坚定，敢若像铁。有一个暗暝，天乌乌，透风落雨。忽然间，山谷内面一尾大正蛇冲出来，眼神亲像火。深潭内底一只大正龟扑出水面，龟壳厚敢若像山。蛇喊声亲像弹雷公，凡人正是灵山不地，速速离开此地。龟吼声若像做风台，伫修行去惊动着水尾，该当受罚。少年家举剑无退到半步，讲：我修道是为着要镇邪救人，若是恁要做歹，今仔日咱就分输赢。雷公讲过，死若画天，蛇影若像乌龙拍喷。龟壳若像石壁挡路，三暝三日拍到乌天暗地。毋过少年家拢袂惊，伊看出来这龟蛇本底是天地灵兽，就是因为生气入心，才会起掠狂。伊要斩伊，颠倒是用真气甲精。豆豆啊，蛇的眼神变清。龟的喘气变稳，最后龟蛇趴伫涂骹，
同齐讲，阮愿意追随你，守护正道。此后，孤蛇成做护法将军。后来世间人称呼因是孤蛇两族。不离过，人间也未安宁。少年家真正的考验，即阵才要开始尔。北方上寒的所在，有一个万代年的魔王乌煞，顶山的风印起互冷气，妖怪出出入入，砖仔头火烧厝，溪水串流，百姓哀爸叫母。少年家甲孤蛇两族落山要去处理。战场伫溪岸边，妖兵哪像叮叮塔塔的影。乌煞徛伫乌云顶，冷冷啊笑讲：“修道人，你敢动我？”少年家平平静静甲应讲：“我毋是为着名声，是为着百姓。”战鼓响起，孤将甲伊的身躯化作万丈悬，挡规群的妖怪，转将飞上天色。甲魔神仔咬甲嘴炎炎，少年家一下仔就为乌煞直直冲去，天地忽然间颠倒变，射过来射过去，幻境亭亭，王位、权势、荣华、富贵，全部拢浮现在眼前。毋过少年家会记一北极星，心嘛学北极星。一点仔腰纸都无，伊一剑甲幻境划破，佮再用先天印甲乌线镇压伫北方霜寒西冻的所在，刷落去天地就恢复光明，百姓跪落地，喊喊伊的名号真武，后来人就尊称伊叫真武大帝，功德震动三界。天顶的大门开开，云下的光几万条，群仙列班。玉皇大帝对少年家宣旨讲：“你伫武当修行，收服孤蛇，平定魔乱。今仔日册封你做北极先天上帝，镇守北方，护佑人间。乌袍加身，星光灯色。”孤蛇徛伫双边，少年家为凡人修道，最后变做镇北之神。朋友啊，这故事讲到这，毋是教咱爱拍妖怪，真正的妖。有时伫外面，有时伫咱心内。若是心像北极星遐尼坚定，若是伊那玄武遐尼沉斗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守护家己的天地。暗暝若是举头看天，迄粒拢袂震动的星，就是先天上帝守护咱的所在。